什么？那不叫什么？对，对，你刚才发现，那就是唱，那就唱正拍。唱正拍就大家听。啊，唱正拍。哦，好凶哦！都请我热汗去。好凶。好，那我们就照我们唱正拍。好，再练做一次。我们就唱 A B C 就好。天上感恩的心。
感谢这大家平安，真欢喜，伫上帝所设立的圣的日子，咱大家拢会当聚集伫遮来敬拜主吼，咱是有福气的人。啊，天气共款拢阁遮尔炎热吼，啊，请大家爱保重家己的身体吼。啊，咱伫要做礼拜之前呢，咱请彭牧师来甲咱做一个祈祷。我们一起来祷告。
全能的父，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你带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领受从天来的祝福。愿你的话语成就在我们的身上，叫我们的生命可以活出你的样式。愿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们，使我们明白你的话语，也知道我们该如何在生活当中容神一人。愿今天主你自己降临在我们当中，叫我们能够遇见你，叫我们听见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粮。愿荣耀都会给你。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了这大家平安，真欢喜，能够来到上帝面前。咱这是要礼拜前的练习，咱来唱圣诗187首，这咱一个月的月定诗。这首真熟啊，吼！我记得我看迄个咱的教会音控的时，咱2016年6年前，咱的圣歌就捌唱过啊，所以。我讲，这真熟哦，咱意思嘛真好，咱来唱哈。圣歌词就出自《哥林多前书》13章13节，我想咱拢真熟啊吼。这是讲，现今所存的就是信、望、忍耐，其中最大的是忍耐。圣经所存的信、望、爱吼，这是咱的这个拢捌听着。所以咱歌词。爱唱会感动人，咱嘛是爱看这个歌词对咱有啥物意义，咱会当来去思考吼，咱再唱一遍。521首，你若欠亏真失望。当你看到人的欠亏时阵，你有啥物款的表现？你有看啥物款的感动？咱来唱第1节，来。你若欠亏真失望，我就尽力来帮助。第一节好，第一节的歌词讲，你若欠亏真失望，我就尽力来帮赞。前礼拜我有看一个
拉的一个影片真短，讲菲律宾有一个查某囡仔，国小查某囡仔吼，咱知影菲律宾的迄个贫富差距嘛真大啦吼，迄个查某囡仔呢，伫即个真善车的庄骹，真欢喜，迄天儿童节就学校就分迄个一地迄个礼物，吼，大部分拢食安尼吼，真欢喜就要行转来。半路时呢，路边一个流浪汉，吼，一个咱讲像小龙类似去食呢，然后咧共分安尼。看小朋友伫遐来时，伊就甲讲，你会当一撮物件，我巴肚真了，我几日工无食安尼。这个小朋友是讲，一年才一届的儿童节尔吼，本来礼物吼，我实在是，我咧阮厝的小弟小妹还阁有咧啊。想讲好无就摕一块互你，就一个小小面包互伊安尼啦吼。甲摕了真，伊就上欢喜，即个流浪汉真欢喜。要食时就讲，你敢会当阁加一个互我？吼，因为我厝的囡仔吼，几日工无食饭安尼啦吼。这对这个来讲，对小朋友来讲，实在是真正的为难。但是你咧看伊伫遐咧丢倒的时，吼，尾仔嘛是阁互伊。咱咧看想，就是讲。我摕一粒互伊呢，毋是呢，伊咧规包拢总互伊安尼啦吼。我看这种足不可思议，想袂到就对安尼啦吼。这个流浪汉嘛感觉惊一跳，讲哇，安那遮大方安尼吼。伊就看讲，伊的囡仔几日工无食的需要，比因小弟小妹为了这个礼物较重要吼，所以就拢互伊。无拍算咧，迄个流浪汉徛起来，对伊迄个。伊迄咱迄背条地，安尼背条摕起来物件摕起来，出手出来给摕一袋现金啦吼，互伊。伊甲讲哦，其实我是咧看讲，有人会当帮衬伊无安尼啦吼。这囡仔就要摕哪毋摕，尾也总勉强伊摕安尼。这就是咧讲，这个流浪汉，伊看到这个小朋友，那伊的天使共款。真需要的时阵，伊互伊，但是伊得到的回馈嘛无拍算，讲遮尔济，几啊百倍、几啊千倍迄个回报吼。所以讲，当看到人需要的时阵，咱是毋是会当发出是讲，咱圣经咱拢逐工咧看，还是讲咱圣诗逐工咧唱，迄个词对你有啥物款的作用无？对你有啥物款的感动无？嘛安尼会通来唤起咱，吼，看到别人的需要。咱要安怎做吼？来，咱第一再搁唱一遍，521首。来，你若欠缺真实吧，我就真来帮助，求主看了就欢喜。真是看道理，我的三听，咱我的三听，咱我的三听，就像是第4节。听你我着面对，我有的眼光配上帝，有子看了就欢喜，明真是谈道理。我的三听，咱我的三听，咱我的三听，就相信我放在。咱这礼拜是台北原住民中心、大专中心的纪念主日啦，吼，咱对咱知影原住民教会拢较欠缺、较需要，咱能看出因的需要，咱来表达咱对因的听心甲关心。吼，来，咱搁来看315首。
咱真惜天父恩典真正大，我想咱大家拢有体会。感觉安尼尔，咱学落安尼尔是无？好，咱个想看觅吼。来，足色的歌词嘛，足色的，看你安怎来感动吼。来，天父恩典真正。日日地云传，无论风雨也平静，一路地伴。咱着笑脸的阮，日日永无错，再也感咱真正欢乐变福气。靠因传，何人稳定拢无煞？为咱的心宽，平安福气有这呢大，咱着何路为声吟诗，天地隆重。来个一届。天父恩典真正大，日日地云传，无论风雨也平静，一路做伴。咱着笑脸阮，日日永无错，咱变正欢喜，路变。伊的靠因传，何人稳定拢无煞？为咱的心宽，平安福气有这呢大，咱着何路？好，最后，咱用95首。当你恩典遮尔大，领受上帝恩典的时阵，也是讲你检测有欠缺、有不足、有问的时阵，你会晓仰望上帝无？会晓仰望是非宝贵无？因为遐亏也是对遐来的啦，吼。望咱逐日拢爱仰望上帝。第一节，来。我心仰望十字宝地，荣耀的主，我受罪，我情心无世上烟花。第再个一遍，咱较细声咧，准备咱的心。我仰望十字宝地，荣耀主赐我喜乐，我情心无世上。请咱备办心来做今日礼拜。
耶和华的律法焦装，为互人的心神活起来。耶和华的干净确实，为互戆人有智慧。耶和华的教示正直，为互人的心欢喜。耶和华的命令清洁，为互人的目睭光明。敬畏耶和华的道理是清气，永远存在。耶和华的判断真实，一切是公义。比金比侪的好金，搁较稀无；比芳芳滴落来的蜜较甜。耶和华，我的石盘，救赎我的主啊！愿我的喙所讲的，心所想的，伫你的面前得到接纳。请咱大家即时来吟圣诗187首，187首，咱来吟2遍吼。伫圣经内面有3项事：重要、信息、活命、真理，着有信心、仰望、仁爱。其中最大的就是仁爱。请咱起立来吟2遍。伫圣经内面有3项事，重要、信息、活命、真理。信心，望真好，其中最大的就是真好。伫圣经内面有3项事，重要、信息。信心，望真好，其中最大的就是真好。请坐。咱即时用主祷文，咱来宣告。咱袂晓迄个遮嘛有吼，咱音幕嘛有吼，来。愿伫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伫遮伫地呢，亲像伫天呢。阮的日食今仔日予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过负阮的人。无伫带阮入地去，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请咱掀开启应文第20篇，圣诗的后面启应文20篇，咱同齐来启应。主啊，你世世代代是阮的避难所，大地甲世界也未造成。你互土粉。你互土做的人归回土粉，对你来看，1000年亲像过去的昨日。你用大水甲人冲走，人生亲像一场迷茫。早起时发出来。发起来无声，阮因为你会受气消灭，你将阮的罪过摆伫你的面前，阮的日子拢伫你的受气的过去。阮的岁数不过是70，阮得到的不过是劳苦忧愁。啥人感受袂到你受气的威力？
求你教阮会晓算家己的日子。上主啊，你什么时才要改变心意？求你透早就互阮享受你的慈爱。你予阮一生有偌济艰苦跟灾难，求你予你的仆人看见你的作为，主阮的上帝啊，求你予阮一切的工作顺利。求你，予阮所做的一切亨通。请咱过来吟圣诗315首。315首，天父恩典真正大，天父恩典真正大，日日地引带。无论风影也平静，伊拢地做伴。阮着笑念伊的恩，日日用有春。互知的艰难变成欢喜，烦恼变福气。伊的确引带，互咱恩典拢无煞，开咱的心怀，平安福气有遮尔大，咱着学乐开声吟诗，互天地拢总三甲欢喜。咱要共款要唱2遍吼。好，请起立。天父恩典真正大，日日地引带。无论风影也变静，伊拢地做伴。咱着笑念伊的恩，日日永有存。烦恼变福气，伊定甲引带，互咱心底拢无煞。伊咱的心肝，平安福气有遮尔大，咱着学乐开声吟诗，互天地拢总三甲。天父恩典真正大，日日地引带。无论风影也变静，伊拢地做伴。咱着笑念伊的恩，日日永有存。互知的艰难变成欢喜，烦恼变福气。伊定甲引带，互咱恩典拢无煞。为咱的心肝，平安福气有遮尔大，咱着学乐开声吟诗，互天地拢总三甲欢喜。请坐，请咱这时同心来祈祷。天顶的爸上帝，你的恩典真正大，逐日地引带，逐日地做伴。逐摆来到你的面头前的时阵，拢感觉阮家己不配，却阮拢会当踮伫你的宝座前。感谢你喜乐大疼痛，伫万民中受你来拯救，互阮的灵魂免得沉沦。虽然阮踮伫混乱的世上，战争、经济、天气、欺骗，侪事，互阮惊吓，甚至阮失去阮的目标。总是阮要感谢你，阮有圣神，逐日地引带阮，
阁赏赐阮平安，互阮会当通过得胜的生活。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地甲其中一切拢属你。你牵得阮耳朵，愿阮的喙所讲的，阮所唱的诗歌，拢会当成做芳芳的祭来献互你。主求你怜悯阮，也有侪侪人受到罪的引诱，做出违背良心、受罪来捆绑的人。金钱、权力、私欲，拢成做因的偶像。主啊，求你来投放因。主，你已经将真理的话路来指示阮，求你来帮助阮，搁较会晓来晓悟你真理的奥妙。当阮的信心不足的时，来扶持阮，来倚靠你，是大有气力的天父。互阮明白，你将永远活的性命已经来赏赐互阮，互阮会晓来听教会、听人、听厝边的士兵来赏赐互阮，伫无平静的世代，会当倚靠你来分别做圣。拒绝罪的引诱，伫你的内面会当学习安稳的心，因为得救在伫活倒转甲安息，得到快乐在伫平静甲信靠，互阮谦卑顺服，为着你来为阮备办的道路。学期特别开始，阮教会有侪细囝特别进入新的学校来，求主你来保守，来看顾因，会当真紧适应新的学习的环境。也求主来帮助，特别就业的会当找到适当的工作，伫因的人生无共款的阶段，会当来经历你的恩宠。阮将阮教会侪侪事工计划执行，拢求主来赏赐中级会长、正当工，拢有智慧、有气力，会当同心合力来建立祝福正人的教会。也求主来帮助台北原住民大专事工，毋管是已经徛起伫台北，也是对伫因的故乡来的青年，求主来帮助，拢有同工来帮助因的信仰，会当伫生活中间来成长，将来会当成做主你所采用的器具。求主来补助因所欠用的。阮同心伫你面头前，学老恳求，愿主你来感答。安尼祈祷感谢，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门。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就是阮平安。咱这是要来看上帝的话，要看希伯来书第13章。希伯来书新约希伯来书第13章，要对第1节看到第8节，还佫有15节甲16节。第1节，兄弟的三疼着久长，无得袂记伫接待人客，因为对安尼捌有接待的，捌有接待着天使，也毋知的，着少年遮个受管的，
亲像甲因相同关，少年受暴虐的，是恁也有身躯。婚姻人人着尊重，床无拉三，因为私通惊淫的人，上帝要审判因。心智毋通贪财，掠所有的做交业，因为上帝有讲，我决断无放杀你，决断无离开你，所以毋通好胆讲，主就是帮助我的。我无惊，我无要惊吓，人要啥法得我打我。前因带恁用上帝的道理传互恁的人，恁着少年因，看因行做的结局，来学因，来学因的信。耶稣基督做今早日今仔日同一样，直到代代。咱搁看15节到16节。所以着对耶稣常常用讹诈罪罪献互上帝，这就是承认主名的喙唇所结的果子。独惊好，甲三攻击，恁毋通袂记哩，因为即号的祭是上帝所欢喜的。咱看圣经到遮，咱即时玛纳团契甲小青团契特别来献诗，献上感恩的心。为
讲道要请原住民大专中心的本牧师来甲咱讲道，要献上感恩的祭。大家平安，我是本金中牧师，原住民名字叫阿浪达西尼念，也可以叫阿浪牧师。那我的名字常常让人家造成误会。那本金中，我的中文叫方金中哦，所以不要说放轻松，我会举手。那我常常参加一些比赛啊，然后不是主力啊，主力的往往不到啊，教练会说阿郎呢，我就会举手，阿郎迪加。好，我在这边，没错，阿朗迪加哈。从上个学期我们政大的原住民学生有这样一个马其顿的呼声，说想要聚在一起聚会，所以我听到他们的呼声，我们就联络了盛凯牧师说，我们能不能召集这些学生，然后在我们文山教会做一个据点，然后开始一个稳定的聚会。所以阿朗迪加我才会在这个地方出现。那我本身在台北原住民大专学生中心，我们都知道台北大专在这个地方聚会嘛，他们也有使用这边的空间。那我们是原住民宣教委员会下面的台北原住民大专学生中心。那全台呢，我们只有4个大专中心，北中南东，所以我是负责北区。那北区不是只有台北哦，包含新竹、桃园，还有那个台北嘛，然后基隆到宜兰。那我们的配置呢？我是主任哈，主任兼壮中，还有那个就是1个人哈。我们的配置只有1个人，所以4个大专中心的配置几个人？4个人哦，猜得出来哈。那这是我们的呼声，所以我们在现阶段没有办法增加人的状态下，我们就能够跟教会一起来服侍，有据点，让这些学生呢可以有稳定的聚会。然后平常呢，我们周间会带他们有团契的聚会，然后主日他们可以在我们的教会一起参与服侍。所以今天阿朗迪加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就是因为我们有原住民的学生在政大读书，而且不少哦，也有研究所，也有民主学院，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前不久聚会都已经10几位，那还有很多很多的学生，日后我们可以在上帝的带领下，还有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可以跟文山教会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关心从原乡到都市的原住民学生。那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你带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领受从天的灵粮。你的话语叫我们可以面对生活当中所有的挑战，也能够显出能力来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此时我们在这里，求你的圣灵打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眼，赐给我们智慧，明白你的话语，也赐给我们力量，照主的旨意行你所喜悦的事。叫这个时刻讲的听的，因着你的话语得着益处。奉耶稣的名，阿们。今天的题目叫做献上感恩的祭。为什么要献上感恩？我们都知道，如果你有去花东玩，可能这个时间应该是原住民很多部落在做什么？丰年祭。为什么要来做这个丰年祭？要感谢这一年上天或者说上帝赐给他们的丰收。那在这之前都没有，对不对？因为没有而有，因为不是而是，所以我们感谢。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为什么要献上感恩的祭？如果没有耶稣，如果没有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一切，我们可能没有，可能也不是。在希伯来书一直强调一个耶稣的角色，叫大祭司的角色。都有。好，大祭司的角色哈，大祭司的角色是什么？大祭司他是让人跟上帝，在这个当中做的工作，让他恢复良好的关系。通过献祭，人跟上帝可以有一个畅通的关系。
那耶稣他作为我们作为人跟上帝之间的中保，他做这个献祭的一个动作，并且他自己成为什么？这个祭物是圣洁的祭物，让我们跟上帝有了一个合一的关系。然后从生活当中的那种强势强权，或是不同的势力，我们被怎么样拯救出来，被分别为圣。分别为圣有一个意思就是拯救出来。所以我们常常说，我们要安息日要怎么样分别为圣，从你的生活当中怎么样分别为圣，从你的生活当中拯救出来。如果你一个礼拜一直工作，一个月一直都在工作，请问你的上帝是谁？就是工作，就是忙碌。所以上帝要让你分别为圣，把你从这个忙碌，从这个对世界的欲望拯救出来。而耶稣基督他帮助我们跟上帝之间恢复一个圣洁的关系。那这个圣洁的关系，就是因为通过耶稣基督他的牺牲，让我们进入他的拯救。那这个拯救让我们从没有到有，有了这个恩典，而且从不是到是，我们成为上帝的子民，成为上帝的儿女。那这位大祭司呢，也是教会的头，我们是他的什么？肢体。所以我们要在教会要宣扬福音为志业。我们说福音就是好消息，那好消息是什么？就是上帝的拯救。你知道，当人跟上帝有罪的鸿沟在这当中的时候，我们是没有盼望的，是没有希望的。但是耶稣基督他来到我们的当中，来承担这个最大的痛苦。注意听哦，弟兄姐妹，最大的痛苦是什么？是没有盼望。当耶稣承担我们罪的时候，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他用他的母语说什么？一粒一粒拉玛撒巴格达尼，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开我？所以耶稣替我们承担这样的罪。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怎么样？跟上帝有了什么合一的关系？所以当你在生活当中面对问题或挑战的时候，我们要庆幸什么？我们还能说 Oh my God， 我的神，我的神，我们还有盼望。所以人生最大的痛苦是什么？没有盼望，没有拯救。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们宣扬什么？这个拯救就是耶稣的救恩。所以教会的定义，我们常常说教会是一群什么？上帝呼召的人。所以不只是教堂，也是我们所有人，是上帝他的儿子用他的生命，用他的牺牲来拯救呼召的人。所以我们每个人传福音最大的内容是什么？基督的拯救，基督的拯救。所以我们教会的目的呢，就是宣扬上帝的救恩，还有基督的工作，还有我们信徒如何在这个拯救活出这样的榜样。教会从哪里开始？如果你想到教会，你会想到什么？当然，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教会开始歪掉了歪掉。我们一直强调要做很大，我们一直强调要人数很多，我们要做很多很多的侍奉。我在 FP 看到一个学弟，他讲到教会，我后来把他炒起来，我觉得真的很好，要跟大家分享。他说，教会是一群人民被拯救开始的，如同出埃及的以色列人怎么样被上帝从强权，从以色列的强权，从埃及的强权，从生命的欲望或者是生命的痛苦怎么样来拯救出来。教会的开始似乎不是什么荣耀昌盛的画面。我们现在想到教会，很多可能想到就是什么水晶大教堂啊，或者是想到哇多么富丽堂皇的这些建筑物，但是不是。教会的开始不是从这个荣华昌盛的画面，反而是在角落微光中相互扶持的什么一个团体。所以基督的十字架就是我们在传扬作为福音的基础。我们长老教会的信仰告白说什么？通过爱跟受苦成为盼望的记号。讲爱没有用，讲爱单单没有用，你必须要受苦在里面才能够看见盼望的记号。你们知道有很多教会现在怎么样？
哦，你们看到？哎，对不起，对不起，我刚手也不能协调哈，我讲完了，这个现在采访。好，我们看我们的教会有几个十字架，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见证。没错嘛，这是我们的教会嘛哦，我看没有人点头，是不是破错？没错，我们的教会有十字架，但你们知道有很多的教会把十字架拿掉，他们的教堂没有十字架，因为十字架让人看起来很沉重。但是这个就是耶稣基督所要传递给我们的福音，通过爱跟受苦成为盼望的记号。刚刚长老讲到说有望有什么？有望有信有爱。我今天带了2个同学一个叫他们有3个兄弟姐妹，刚好就叫信望爱，叫高信高望高爱信望爱也带到你们的当中所以如果没有盼望，我们就不知道什么叫拯救。没有参与在这个受苦的当中，你爱它只是一个口号。亲爱的弟兄姐妹，我问你们一个问题：你爱你们的家人吗？但如果你不愿意为他受苦，你不愿意跟他站在一起，他会感受到有盼望吗？不会。只有你陪伴他，或是离开你舒适的位置，只有你伸出你的双手牺牲，或者是奉献，他呢才可以看到盼望，才可以看到事情的转变。不然，如果你一直讲爱，说我爱你，你要怎么样，讲了很多，但是你仍然在你的位置上面看不到盼望。所以我们长老教会的信仰告白说，通过爱跟什么受苦，成为盼望的记号。来看看十字架，十字架它是一个拥抱，对不对？拥抱你，爱你，但是它也是走上十字架的一个牺牲的记号。所以十字架是一个盼望的记号。感谢上帝，我们的教会接纳很多的团体到我们的当中，能够实践这个盼望的记号，能够去爱，去陪伴这些人。所以教会的目的就是宣扬基督的什么拯救。记得翻下一章。好，所以我们因为信，所以我们必须要实践教会信仰的生活。教会生活是我们回应上帝爱的方式，那对我们都是有益的。所以从希伯来书就给我们这样的提醒：我们在教会如何把这个拯救的讯息，通过我们的生活，通过我们相互扶持的这个群体，能表现出来。第一个就是用爱心接待人。那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他在接待3个在沙漠中行走的这个陌生人，他接待他们，后来给他们吃，然后让他们休息，才知道这个接待的是什么？上帝他自己还有天使。那他得到什么样的祝福？他的后代怎么就延续下去？因为上帝应许他说你会生出一个大国。当我们去接待别人的时候，他会成为我们的天使，会延续我们教会的什么命脉，让我们的教会会更多元，然后让我们教会会更丰富。所以未来我们盼望有更多空的椅子可以让这些人坐满，让我们的教会不是要形塑什么刚刚讲的昌盛，而是形塑出彼此互助的一个群体。所以我们要去接待别人。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接待他们就好像接待自己一样，或是接待耶稣基督一样。想象自己在受苦受难的时候，我们的心情是什么？我们可以同理他们。当你同理他们的时候，在这个最微小的人身上，你就会看到什么？耶稣基督他自己。同样，在圣经，在这个拯救的这个生活里面，也有讲到婚姻，人人当尊重。曾经有一个非信徒，他问我说：“为什么你们的神这么小气为什么只能信他，不能信这个？”我就跟他说：“如果你跟一个人结婚，你会希望还有其他的女朋友吗？上帝要我们怎么样，让他就是一种婚姻的关系，是一种忠心的关系。当我们忠心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享受他的这种拯救的一个讯号。再来就是不可贪爱钱财，以自己为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有很多就像荆棘一样被搞乱，让我们没有办法好好的让信仰生命成长。所以耶稣说，我总不丢弃你。所以我们要信赖他，信靠他。再来就是忠于基督，在生活当中忍耐。
效法信仰前辈的信心。我们当中有很多长者，我们可以来学习他们在信仰当中信心的这种纯粹。他们怎么样来在生活当中，在苦难当中有这个信心来陪伴他们往前。那耶稣也说，即使我们对人失望，但是基督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的信心是定睛仰望在上帝。但牧师今天要强调的是第一点，用爱心接待人，在无意当中接待天使。那我们原住民大专学生中心刚刚有讲到，我们其实跟一般的团契其实聚会内容它差不多。我们有以上刚刚前面讲的教会生活，我们有教导，也有分享，也有一些团契的活动。但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是做什么？建立团契。我常常跟学生讲说，团契是什么？团契是分享痛苦的地方。现在很多团契或者很多教会，他们聚会都讲哦，信耶稣很好。我们信耶稣说我都没生病，我信耶稣我赚了很多钱。可是大部分的人的经验不是这样，不是这些经验的人听了这些都离开了。可是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我们大部分人生的经验都是受苦。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们分享我们在生活当中的一些挑战。我们不是要成为一个抱怨的团体哦，我们是要在这个当中讲了之后，有能力的、经历过的，你可以伸出你的手来帮助他们，所以在一个极信任的团体当中，我们分享我们的痛苦，但是我们也可以伸出我们的双手，一起成长，一起往前迈进。所以团契它不只是聚在一起，而是在一起来见证耶稣的爱。这个爱讲过，不是只有嘴巴里讲的，而是通过生命愿意参与去陪伴，让这个团契看到盼望的记号。也在这个分享的苦难当中，在最微小的人身上看见耶稣看见耶稣。那我在这个大专中心已经待了13年哦，不知不觉就13年哦。那为什么我要待这么久？因为我有这样的经验。什么经验？我被照顾过的经验。我在读书的时候，也是这个台北原住民大专学生中心的传道人，他每个礼拜从台北到新竹来关心我们，然后跟他分享在学校遇到的事情。特别是我们从原乡到都市读书的时候，有很多的不适应，需要有人给我们一些指引，需要有人陪伴我们，倾听我们的需要，或是倾听同理我们的感受。所以为什么我会很愿意委身蹲点在这个原住民大专？虽然只有一个工作者，但是这一路上走来，真的都是上帝的恩典，都是上帝的恩典。那我也经历了一些学生家长的回馈，真的让我觉得这个位置真的这个工作是急需要更多的人参与。曾经有一位爸爸跟我分享，我去原住民教会去分享这个大专事工的时候，他跑来就握着我手说，如果当时候你们能够在那个学校有团契照顾我的小孩，他就不会这样那样。因为没有人照顾，所以没有人关心，所以他就参与到不同的宗教了，然后学坏了，甚至精神上面就出了一些状况，所以后来就休学。他爸爸说，如果当时候我们有人能够引导他、陪伴他，也许他就不会这样。那也有一个阿嬷，她跟我分享，因为是隔代教养，所以她也不知道怎么带她的小孩，所以学校通知她要2-1，可能要休学什么，然后希望她留在台北。我们在台北有学生中心，有宿舍，所以她住在我们那个地方。后来阿嬷就打电话跟我说，牧师拜托不要放弃他。我跟他说，我们不会放弃任何一个人，但是他也不能放弃自己。那他后来就休学了，因为他就是反正就是很多的事情，他后来就休学。然后也有学生分享，他们很幸运能够在这边参与团契，能够被陪伴。很多时候我造就他们，上帝通过他们彼此给予彼此成长的力量，互相的关心。有的时候学生一个眼神说我懂，一个轻拍他的肩膀，
他就得到安慰，知道有人与我一起面对。所以很多时候我的工作就是把他们招聚起来，让他们也让我们一起参与每一个人的生命的一个关顾。那我刚刚早上也有跟盛凯牧师讲说，虽然我们大专中心只有1个人，但是我们要知道全台湾总共100多万的大学生，但是原住民的人数只有15000人，很少，对不对？但是这15000个人，他们如果将来要分配到原住民事务很重要的角色的时候，如果他有信仰的眼光，他在做决定的时候，他的影响力不是只有15000个人。我有跟牧师提到说，目前原住民原住民委员会的主委，他以前也是我们的学生，在原住民大专学生中心住过。那他如果当时他有被以前的牧长给他信仰的眼光，他在做决定的时候，相对的他对人就会有更多的了解，或者信仰的角度去做这样的一个政策。所以我们要献上感恩的祭，献上感恩的祭，是因为我们从没有到有，我们从没有到有，我们所领受的是上帝给我们的，我们更应该也把这个东西也分享出去。所以我们刚刚讲到大祭司是耶稣，那在彼得前书也有讲到，我们是谁？我们每个人也是君尊的什么祭司，我们也要献上我们的礼物，而且我们作为一个中保，我们是要带人怎么样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要献这馨香的祭物。所以保罗说，不要忘记，当我们献言语之祭的时候，我们敬拜赞美，我们赞美神的时候，不要忘记，我们也要用爱心，用行善来去帮助别人。保罗说，这个物质的礼物是馨香之气，也是神所接纳的。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牧师，对不起，牧师放了一张桌子，这个什么桌子？吃饭的桌子，餐桌。你知道，在天主教或者是在旧教来讲，他们的摆设就会有一张桌子，就像现在它是靠在墙里面。那这个是祭坛的概念，对。但是在我们新教，一般来讲，我们都是怎么样？拉出来。好，人要通过神父，然后到上帝面前献祭。但是在我们新教来讲，这张桌子是拉出来的。我们因为是君尊的祭司，我们跟上帝怎么样在餐桌上一起吃饭，然后我们邀请人，也是邀请到这个餐桌一起吃饭，献上感恩的祭。这是一个这边讲到说最完美又有力的祷告。这个祷告是什么？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主啊，求你让我有力量去帮助别人。在这个当中有上帝，也有你自己，还有谁？还有别人。当我们在读经或祷告说耶和华你是我的牧者的时候，这个神不只是我们的神，也是我们身边人的神。希望未来原住民大专在这边聚会的时候，弟兄姐妹也能够来看看我们，能够给我们鼓励，一起来在这个当中献上感恩的祭，然后不断的用我们的生活传递耶稣基督拯救的福音。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你呼召我们领受你拯救的福音。你不只让我们经历，也让我们要学习传递。愿我们有更多的力量从你而来，也能够去爱身边需要帮助的弟兄姐妹。未来原住民大专会在我们的教会与我们一同分享。求主能够让我们成为美好的团契，一起来彼此帮补，一起来见证上帝你福音的大能就在我们当中。愿你十字架的记号显明在我们的教会，叫我们的教会能够施行的拯救在这个地区，在台湾这块土地。愿荣耀都归给你的名。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
请咱三个过来吟圣诗，圣诗521首，521首，你若欠缺真失望。你若欠缺真失望，我着尽力来帮赞。救主看了就欢喜，显明真实探道理。咱决意相听，咱决意相听，咱决意相听，求圣神来帮赞。请咱起立来吟全首。真济，咱即马来闭万心来奉献。
请坐。我只是来报告吼，要报告提升，请咱来念今仔日的金句。来，请。无得袂记你接待人客，因为对安尼捌有接待着天使，也毋知的。希伯来书13章第2节，佫一遍。无得袂记你接待人客，因为对安尼捌有接待着天使，也毋知的。希伯来书13章第2节。咱来看下周的圣工分担，领唱是柯义理老师，主内是施新瑜执事，主琴是张信邦兄弟，献诗圣歌队，主献张一如执事甲张文心执事，交替是张一如执事甲陈田温兄弟。音控是李承勋弟兄甲周宏邦弟兄。咱来看拜三查经祈祷会，主理是张文林长老，司会是柯冠成执事。咱特别准备的是但以理第4章，请咱会当来先准备。主日讲道是柯牧师。经文是耶利米书18章第1节甲11节吼。题目是改变心意，请咱会当先来准备。请咱先到第6页，来看消息。本主日是台北原住民大专学生宣教中心，是彭金忠牧师。来咱教会来请安来募款，请咱兄弟姊妹关心甲带祷吼，因为因原住民中心拢逐礼拜有来伫教会用咱的教会伫遮咧聚会。我代表教会来甲彭牧师说多谢。第2点，圣诞节甲感恩节的筹备小组开会，吼，伫本主日。1点要伫木沙馆迄边吼来召开，这是今年第4遍的筹备的会议吼，请咱组员拢爱参加。第3点是主日学的桌球班甲手作班吼，已经开始咧报名，定伫9月初4要开始上课，费用是每一个学生500块，请甲1楼柜台去填写报名。甲尹爱玉老师甲杨淑娟老师交会。第4点是主日学的报告。本主日主日学举行升级的礼拜啦吼，请大家同齐来祝福咱遮要升级的遮个小朋友。因为因的对伫因的年岁增加，蛮有声量，并有耶稣智慧的迄个恩典吼。伫11点。要伫迄个中庭，咱教会中庭也要耍水吼。第5点，圣礼典，咱定伫10月初2要举行圣礼典。若有感动，想要洗礼吼，也是更新礼，会当请甲干事报名，吼，伫遐填写吼，填写迄个名单来交服务师。第6是咱的9月受请，咱有定伫即个后边遐，请牧师来甲因祝祷。好，补充报告1点，台北原住民大专中心伫咱教会使用的即个因团契时间是每礼拜4的中昼12点到1点吼。因初期性即个时间，就是甲因做伙食饭、做伙唱歌，听因分享因所需要的吼。所以咱若伫拜4中昼，目前伫拜4中昼，咱若有拄好来到教会，咱会甲因看者，甲因关心，嘛而且请大家继续为因代祷吼。过来，咱来看9月份的生日的兄弟，名单伫周报的第9页，咱看者吼。在场的邀请你起立，咱要唱歌，而且要为恁祝福。来，我知影有几个，嘿，来请起立，免歹势吼，来接受大家的祝福，来请起立。
好，咱做伙来唱2遍吼，2遍。嘿，来。祝你生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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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生日快乐。咱做伙来为因祈祷。全能的主上帝，阮感谢你，互伫9月份生日的每一位兄姐，会当献上感谢的祭，因为上帝你赏赐因最最恩典伫因的中间。过去你安怎看顾保守因呢？即时伫遮恳求上帝继续赐福、加倍恩典甲疼痛伫因的身躯顶，祝福因伫每一个时刻拢有主的同行。拢有主甲因做伙，愿咱的祈祷感谢，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再来，咱要为着即礼拜咱要代祷的2个家庭，咱来代祷。第一个家庭是国乐兄弟伊的家庭，第二个是绿箭兄弟伊的家庭。国乐伊要代祷的是，毋茫伫即个疫情的中间，因兜所有的人拢会当真平安。第二是因丈夫的病会当紧好起来。过来是伊的囝儿会当伫因的学业顶面，拢有上帝看顾，互因会当有进步。第二个家庭是绿箭，伊要代祷的是要为着伊的妈妈、伊的大姊、伊的二姊，因所有的工作、学习、生活拢会当顺利，甲因全家的身体的健康。第二，为着伊家己伫毕业了后的方向，以及伫信仰顶面，恳求主来亲身带领。第三，伊毋茫会当互伊厝内底的人，拢会当来认捌上帝，来倚靠上帝。这是咱同心为因来祈祷。全能的主上帝，阮恳求你听阮的祈祷。愿你看顾国乐伊的家庭，帮助因伫这疫情的中间，拢有上帝保守看顾，嘛看顾伊丈夫的身体，愿主你亲身医治。甲伊同在，帮助伊的囝儿伫学业的顶面，拢有上帝所赏赐的智慧，来明白伊所要学习的知识。看顾绿箭伊的家庭，特别为伊的妈妈、大姊、二姊，甲伊家己伫生活、工作、学习顶面，拢有上帝亲身的看顾，啊，保守绿箭会当伫未来找着伊的方向。嘛，伫信仰顶面来搁较倚靠主，伊嘛要为着伊厝内底的厝内底的人，会当来认捌伊、认捌上帝你，互因会当来倚靠你。愿将这2个家庭仰望伫主你的手中，愿主你照你的旨意来行，带领因人生头前的每一个路站。愿安尼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门。好，以上。今仔有新来吼，平安。今仔日牧师有带2个学生来，就是伊原住民大专中心的学生，一个叫就是拄才讲的信望爱其中2个，高信加高爱，阮请因起立，请恁起立一下。欢迎您，请坐。义雄，很欢迎你一起来跟我们聚会。好，咱即马咱要唱《马鞭诗》387首，言根归圣白上帝。咱今时煞要请彭牧师来祝祷。我。
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及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所有的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请别倒。